如果足球場上有神話咧，咁呢個神話一定叫做美斯。賽前咧，有邊個可以估得到啦？現年39歲嘅美斯啊，可以喺呢一個世界盃嘅紀錄入邊咧，打出咁漂亮嘅成績啊，可以話係咧令全世界嘅球迷啦都非常之意想不到噶。佢嘅神級傳送啦，同埋入球，一個又一個咁打破咗世界盃嘅歷史紀錄，睇到所有香港球迷啊，包括我啦，都非常之感動啊！不過嚟緊啦，已經就入到準決賽啦，殺入4強，呢個爭勝之路啦，已經開始亮起紅燈啦。點解咁講啦？阿根廷一路走嚟啦，都幾令球迷擔心噶。咁啊，好似過去嗰幾場啦，對住嘅一啲隊伍咧，都係比較弱少少嘅。咁例如有佛特角啦，同埋埃及。咁但係呢兩場咧，都係喺充滿爭議嘅判罰之下而驚險晉級。由上屆挑戰強權嘅奪冠之旅啦，去到今屆啦，都被好多人質疑咧，受球證偏幫嘅阿根廷。變化之大咧，都會令人哋質疑，佢哋隊波咧好似有少少散咁。加上咧嚟緊要對決嘅4強嘅對手啦，就有哈利簡尼同埋比寧咸領軍，氣勢如虹嘅宿敵英格蘭。要抗衡整體實力平均嘅英格蘭啦，美斯身邊嘅兵團啦都必須挺身而出噶。咁有好幾位球員咧都值得大家認識噶。艾華利斯用不惜工本嘅奔跑同埋逼搶，為美斯拉開防線空間。麥亞里士達負責中場嘅攔截同埋搏腳，分擔組織壓力。馬天尼斯依然係門前最穩陣、最能夠挑釁對手心理嘅守護神。今場嘅賽事咧，仍然都係成隊圍住美斯走噶。但係面對咧進攻火力強勁嘅英格蘭啦，相信佢哋今場咧就會努力防守住先，守穩個防線，先至再伺機反擊。講到今屆阿根廷嘅爭議咧，就一定要提12碼啦。今屆阿根廷咧喺晉級賽事入邊咧，都得到唔少12碼利益嘅。好似之前瑞士嘅領隊啦，落敗之後啦，都公開到講啦，我都預咗啦，阿根廷啦最少有一個12碼噶啦，所以我都有要求啦，我守門員咧要進行得分。但係偏偏最諷刺嘅就係咧，今屆美斯喺射12碼嘅時候，竟然有2次失手喎。咁呢個12碼曾經係阿根廷嘅搶分利器啦，會唔會喺4強戰變成心理包袱呢？嚟到4強嘅宿敵大戰啦，論形勢上啦、球員狀態上咧，英格蘭嘅局勢咧係稍微佔上風少少噶。不過啦，大賽永遠都係睇巨星啊嘛。我覺得去到下半場嘅時候啦，會有美斯嘅一個神來之筆1比1絕平咗英格蘭噶。去到呢個 moment 啦，兩隊啦將會帶領咁多位球迷啊殺入呢個地獄般嘅12碼大戰，係最強鬥最強嘅門神對決啊！有畢福特大戰馬天尼斯。講到呢度咧，我已經覺得非常之緊張啦。我唔知大家嘅預測如何啊？不妨留言話俾我知，你支持邊隊殺入決賽？兼且記得 subscribe 埋我 channel 啊！